Hello，我係華強北。今期嘅話，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店鋪最近啲新產品。就係我哋依家有呢隻吸塵機啦。呢隻吸塵機都係有配好多嗰個配件嘅。呢隻有橙色同埋黑色，呢個可以吸車、吸梳化、吸嗰啲屋企嗰啲大地毯。佢係咁噶，我呢隻係新嘅，我拆出嚟俾大家試下。呢隻吸力嘅話都係好大喎，仲有配嗰啲長嗰啲吸管，同埋可以吹嘅，呢邊都可以吹，呢邊可以吹，呢邊可以吸。我開起嚟俾大家睇下，佢有幾個檔位。呢個吸力好大喎，呢隻好方便。呢邊係吹嘅，呢邊係吸。總共係兩個顏色，佢有入邊個盒入邊有好多個配件嘅。呢度可以換啊，仲有一條長嗰個管嗰個。依家個盒冇喺度，就冇展示俾大家睇下。呢隻係吸塵機，係佢質量啊、質感啊都係好方便噶咯。你吸車啊、帶出去啊，或者係吸梳化、屋企啊用都係可以噶。佢個電都係好襟噶，然之後價錢係好平噶，一開頭就好平呢隻。如果你係要玩嗰啲小型嗰啲吸塵機，佢就係呢隻唔錯噶啦。仲有呢隻嘅話都係有兩個顏色。呢隻吸力好大喎，手機嘅話都可以吸翻起嚟嘅，可以攞手機吸俾大家試下。手機可以吸起嚟嘅。仲有呢邊可以吹，佢仲可以吹氣球。如果你係屋企擺嗰啲小型嗰啲 party 氣球嘅話，佢一邊有配嗰啲配件可以吸氣球嘅，佢吹氣球嘅呢邊可以吹。如果係嗰啲垃圾要出嚟嘅話，就可以吹啦。呢隻就可以吸。依家就係吸塵機。有啲人話 Dyson 嗰啲太大啦嘛，有冇車載啊，或者係屋企嗰啲梳化嗰啲用噶，嗰啲細型度有噶。仲有呢隻都係好大力嘅，呢隻叫暴風環，好大力。佢都係有好多配件嘅咯，佢可以吹嗰啲去吹呢邊都係有好多配件，呢邊係可以吸嘅。呢三個小型嗰啲吸塵機咯。就係都可以車載用噶咯。屋企如果係屋企冇需要吸地啊嗰啲，就可以用呢啲咯。呢啲細地。仲有我哋呢隻最近買咗好多 Dyson 呢隻吹風機，呢隻好大力咯，然之後好輕便。我哋有四個顏色：紫色、藍色、粉色。呢個係粉色、紫色、藍色。仲有一隻係馬卡龍色，但係我哋呢度冇用版，就冇俾大家睇下。如果大家係要帶去旅行啊，歐洲插頭啊、台灣啊、美國110嗰啲樣嘅插都有，大陸插頭全部都有嘅。Dyson 嘅話，我哋吸塵機捲髮棒啊，同埋呢啲吹風筒呢啲都係有好多嗰個國家嗰啲考嚟噶。新片仲有近排呢隻好熱嘅新款，可以俾大家睇下 Dyson 同款嗰個mini 風扇，呢個係可以捲嘅，有一個繩子可以掛在脖子上。如果你那個風想要吹這邊就吹這邊，吹那邊就吹那邊，就很方便，你不用拿着，你這樣它這個風也可以這樣吹過來。然之後嘅話，佢係唔會吸頭髮噶，有啲頭髮佢唔會吸入去噶，係頭髮不會吸進去的，就是長頭髮啊，女生帶出去也不怕說頭髮會被吸進去。這個就是戴森同款，佢原價係799，我哋唔使，我哋一開頭噶，就係呢個包裝，佢入邊仲有一條繩係掛喺個脖頸度，係可以咁樣吹噶。條繩我就冇擺出嚟啦。有3個顏色，但係呢隻粉色係賣得最好噶，藍色、紅色同埋粉色，好涼爽嘅呢隻。然之後佢個電池好襟用啊，電池嘅話係5-6個鐘度咯。然之後好輕，呢隻得200克，掛在脖子上也不會累。最主要的話是不會吸頭髮。如果女生怕那些其他那些有葉的風扇，它這個是沒有葉的，不會把你的頭髮吸上去，但是就跟戴森正版的那個聲音各方面啊，做工都差不多，只是沒有戴森的一個 logo。沒必要買一個吹風機那麼貴啦。如果有需要同款平地
平替要出去旅游啊，最近要出去玩，天气太热了，都38度，就可以带一款这个哦，有配一条绳可以挂在脖子上的。还有我们不仅仅有苹果的这些头戴之外，我們還有索尼的這一款嘅話 XM6 係有兩個顏色，黑色同埋啡色，呢個音質都好舒服嘅呢隻 XM6 同埋 XM5 呢隻係高配版嚟嘅，呢個做工嘅方面都係好嘅，呢隻好舒服，音質啊都係有降噪嘅，都可以過嚟試下呢隻頭戴式耳機。仲有差唔多世界盃要開賽啦，6月12號，今日嘅話係5月30號啦，仲有13日。如果係要睇嗰啲撈世界盃同埋撈足球直世界盃嗰啲轉播，呢部是永久免費。最新嗰啲電影劇集，國外嗰啲財經新聞，外國嗰啲台，外國好多體育，比如話美國那些拳擊，泰國啊、日本那些摔跤，什麼體育啊 ，skate F1 嗰啲賽車，未來體育各種各樣的外國的一些體育啊直播，環球新聞啊、財經新聞，你一定是需要這個盒子的。雖然我每期都在介紹，因為盒子的話我們是賣的比較多的。你現在如果是想要之前有買過其他的那些盒子不穩定沒有售後，那你可以大膽放心選擇我們這個盒子，永久的一個售後，全球可以用，不僅僅香港、台灣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啊等等，這個是國際版的，全球都可以用，我們都可以幫你快遞全國的。有需要的話呢，可以找我。我們也有一個平板也可以下載這個軟件的，可以到時候看世界杯，可以看一下。到時候可以看世界杯、看球賽，然後還可以平板的話可以裝那個天馬系統，奈飛最新的電影連續劇啊，那些通通都是有的看的，都是可以看的。那這一期主要的話就是給大家介紹機頂盒啊，還有我們的有各種各樣的一個吹風機，你要帶 logo 那些都是有，還有吸塵器，還有我們有很多頭戴的耳機，各種各樣的一個風扇。最主要就是現在這個新款戴森這個風扇啦，暫停，我看一下還好。咁今期嘅話就差唔多同大家講呢啲啦。重版嘅話，我哋每日係都有嗰啲晒嗰啲新版嗰啲。好啦，咁今期嘅視頻就同大家介紹呢啲，我哋每日都有新版，只不過有啲新版嘅話係嗰啲細件嗰啲就唔好拍出嚟。喇叭、手錶、機頂盒啊、風扇、Dyson 吸塵機啊、捲髮棒，好多都有㗎。耳機啊、頭戴式耳機，每日都有新版嘅。如果需要嘅話，可以加我微信哦，13418546717。我視頻都會放嗰個二維碼㗎。我哋喺華強北翠格通訊市場經濟大廈2樓2A39停利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加我微信，訂閱我，可以關注下我。下期嘅話會同大家拍嗰啲唔同㗎。好，感謝大家嗰個觀睇，拜拜，Hello，拜拜。電梯上來，工業大廈也可以上，因為它上面是通的。這裡有個電梯，在滑梯上來，手邊，看這條通道，左手邊再轉右，這裡就到了，中間這裡可以看平利智能窗帶 2A39。認準這裡也是屬於工業跟經濟的連廊，就這裡。如果在經濟上來，就是手扶電梯的背後，也容易找到，都是2樓啊，認準。